大家好，歡迎嚟到19 Talk，呢度用最簡單嘅方式講香港人嘅健康貼士。40歲男人成日 OT 應酬大肚腩，點樣食得啱保持健康同精神？今日3分鐘分享5大男士養生食物，最後一個真係幫你如虎添翼。想健康到50歲，睇到尾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跟我一齊學下。堅果，健康脂肪嘅好朋友。第一款養生食物堅果。例如杏仁、核桃、腰果，佢哋含健康脂肪、蛋白質同鋅，幫助支持心臟健康同能量水平。研究話，每日一小把堅果，例如25克杏仁，可能有助改善膽固醇水平同減心臟病風險。香港男人成日食薯片當小食，試下換堅果，健康同精神靚到連同事都問你食咗咩仙丹。19 Talk YouTube 頻道由19 Toys 情趣保健專門店製作，我哋除咗講男人健康、保健養生同性健康風險之外，仲喺旺角 W 商場有門市，地址資料同營業時間都可以下面資訊位揾到。如果大家想揾保健嘢、玩具嘢，都可以直接過嚟，或者嚟網站睇睇，甚至 WhatsApp 我哋都得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頻道，就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啦。生蠔，新嘅天然來源。第二款生蠔。生蠔係鋅嘅超級來源，3隻生蠔已經有每日鋅需要量嘅4倍。鋅有助支持免疫系統同細胞健康，特別啱40歲男人嘅忙碌生活。研究話鋅同心臟同肌肉健康有關。香港人週末試下去海鮮餐廳點一碟生蠔，健康同自信爆棚，連太太都話你有型咗。番茄，抗氧化嘅紅色力量。第三款番茄。番茄含番茄紅素，係強力抗氧化劑，幫助保護細胞同支持心臟健康。研究話，食番茄醬或者煮熟番茄可能幫助減低某些健康風險，特別啱男人關注嘅健康問題。香港人成日食快餐，試下加番茄醬意粉或者番茄沙律，健康同心情靚到連老闆電郵都唔怕。三文魚 Omega 3嘅心臟幫手。第四款三文魚。三文魚係 Omega 3脂肪酸嘅寶庫，有助減炎症同支持心臟健康。研究話，每週食2次肥魚，例如100克三文魚，可能有助降低心臟病風險，仲有助精神同活力。香港人試下週末煎三文魚食，少食燒味飯，健康同精神好到連 OT 都似後生仔咁有火。黑瑪卡，傳統養生食材。第五款，幫你如虎添翼，黑瑪卡。黑瑪卡係秘魯安第斯山脈嘅根莖植物，幾千年嚟係當地養生食材。佢含氨基酸、鋅同維他命，秘魯人話可以支持體力同精神，特別啱40歲男人嘅高壓生活。研究話，每日1500至3000毫克黑瑪卡，食8至12週可能減輕疲勞感，仲對男士機能有幫助。香港人試下加黑瑪卡粉入早餐或者補充品，記得揾信譽好嘅來源。健康同活力靚到連鄰居都以為你返咗青春。總結返5大男士養生食物：堅果、生蠔、番茄、鮭魚、黑瑪卡，幫你改善健康同精神。健康到50歲唔係夢。想效果好，持之以恆同均衡飲食最重要。覺得呢集貼士有用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想知更多健康秘訣？下集見。